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安，今仔日我来即个问呢，即个听讲是跨国大企业开始哦。有人想要去什物？全球即份全球有做名诶，有钱人，就是做有牌子做有名诶是毋是爱准备？若要准备要卖全世界物件，是毋是爱搁什物办公室啊？爱来传足侪物件对无？啊，结果这是两千当前毋免传啥物，一个为一个人开始对无？足厉害诶！啊个即份全世界诶一个知名品牌哦。观众朋友敢知影咱要讲啥物品牌咱来看觅啊后壁即个有人去过无啊个老师后壁迄个听讲是伫啥物山壁安提阿啦，安提阿诶迄个山边，安提阿诶山边山坪啦，伫因内底乌空伫内底厝诶。为什么安尼？因为较早因是偷偷讲道理诶，无就会互掠去啊。是哦，原来这有钱人拢爱偷偷参详诶，偷偷伫遮参详一个世界有名诶企业要安怎经营安尼所以咱今仔要来看即个安提阿即个所在所以为即个即边。安提阿伫地中海诶东面你看安提阿后壁有一个叙利亚，因为倒边遐阁有一个安提阿，写一个 B 是 BCD，所以有两个安提阿，其实有足侪安提阿啦。安提阿诶名是安怎来呢？就是较早塞琉古迄个王国。伊用因后爸诶名来号足侪大都市诶名，所以安提阿是塞琉古迄个建立塞琉古王朝。咱有捌讲过嘛亚历山大伊足早就死去死去以后，因为4个部将就来成立4个国家，其中有一个塞琉古嘛，就是伊占伫即个位，安提阿就是建立，安提阿即个所在真特殊啦，咱注意看安提阿边仔的大树，就是保罗因兜啦。大树即拢是希腊，即拢是讲希腊话，算做希腊的城市，所以拢会晓讲希腊话，拢足好讲的。伫遮训练保罗，后来保罗就成做传福音的一个上有力的啦。原来是安尼，所以是讲为一个人开始是保罗伊即个安提阿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个。安提阿对啊，就是讲即安提阿即个城市，你甲看，伊的倒边甲正边就分开。伊的正边，伊的正边是毋是咱对地图看，就是迄个亚兰世界、亚兰的世界嘛？讲亚兰语的啦，好无？耶稣甲耶稣毋是拢讲亚兰语，变来汉就是亚兰人啦。亚兰人就对遮来西边就是罗马，去希腊，即拢是希腊话甲亚兰话的界界，即旧约甲新约的界界。所以这真正是一个足好的地点呢，你若要做跨国企业，就是爱为即种的足侪文化，足侪语言，个伊算得中啦，算转运中心啦，安提阿目前因为即个城市我即摆用 Google 的地图来看就会当看着讲 Google 地图目前是伫土耳其内底，土耳其甲伊名做安塔基亚，就是安塔基亚，就是咱讲的安提阿啦，古早安提阿圣经讲的安提阿啦。安提阿也是安提阿，拢会使拢是会当安尼讲。几个名条课？你看，咱就我特别去看大树，即摆名叫做 TARSUS， 塔树就是塔尔索，
五个地图是安尼翻译，咱圣经是讲大数，迄是保罗引导。扫罗啊，迄阵伊叫做扫罗，因为扫罗因老爸吼，就甲因囝名做以色列第一个国王，叫做色列王嘛。对哦。后来因为伊本地拢咧迫害基督徒，后来伊互耶稣改感化，就是讲用迄个异象互伊改变以后，伊就甲改名叫保罗。所以这就是讲到伊迄阵开始对，讲到查访查访的歌瓦节嘛，歌瓦节，咱即卖当讲，较早是袂当讲的哦。你若讲耶稣4个月，迄个你看迄阵的教会，你咧讲迄个谣言，宣传迄个谣言啦。为着司提反的代志，司提反是啥？就是一个执事爱忠心传道理，结果互保罗甲伊害死，因为互人用石头钉死的时阵，保罗伫遐看迄个甲钉的人的衫嘛，就是讲伫遐顾，甚至保罗害死的。后来保罗呢，从接续司提反的工作，对安提阿开始伫遐传福音，对遐找，所以为着司提反的代志所生起的苦难，来四散的人，耶路撒冷的人拢逃走去安提阿，就足侪拢耶路撒冷走来犹太人，骗行伫腓尼基啦、基比罗啦，个安提阿，有无对别人讲道理，只有对犹太人讲尔定。因迄阵道理是干那要讲犹太人听哦，伊无爱讲外邦，伊讲外邦无资格通得救啊。犹太人的想法是安尼啦，但是保罗甲伊讲毋是安尼，上帝的启示毋是安尼吼。但是其中有几若人到安提阿时，也对希律人，就是希腊人传耶稣的福音，是讲死人个活的代志，讲耶稣死30个月，即款的福音，因就讲对外口人听。所以伫欧洲吼，足侪教堂拢叫做 Stephen， 就是就是你纪念这个 Stephen。你会看维也纳上大间迄间就是啊嘛。来迄个匈牙利嘛，有意大利嘛有吼，每一个国家拢有 Stephen。每一个大都市的大教会啊，拢叫做 Stephen， 叫做史蒂芬。就是你讲一个去用害死的吼，一个给基督徒啊，第一个一个圣经《使徒行传》11章22到26吼，论到这人有消息传到耶路撒冷，互教会听见，因就找巴拿巴去安提阿，伊搁去就是讲因找巴拿巴去安提阿，巴拿巴搁去大数找扫罗。就带伊到安提阿，因伫教会中组织1年久，假使侪人，各学生称作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这是圣经有记载哦。这是圣经节吼写的，就讲扫罗伊本地毋是咧迫害基督徒的嘛？你若信耶稣是袂使哦，保罗就甲你掠去了，但是伊。耶稣甲伊光照以后，伊等于因兜大数。巴拿巴呢去甲伊找，最勇敢的敢去找保罗因为伊甲找，万一保罗若无影火解，先煞甲伊掠起来。伊就去找扫罗来，甲伊做伙传福音，来安提阿来，伊伫安提阿有1冬久啦，伫遐传福音。伫遐咧做训练啊吼，要出国之前爱训练。保罗开始传福音是对安提阿开始，对即个城市，你看迄个城市吼，伊个厝起到山坪的顶悬。即边的即个门入去就是内底。这是一个门吼，即个种圣彼得伊个洞穴教堂的目的是就是讲博物馆。博物馆，安尼。
所以即个真水诶一个门，看起来任意门哦，做成迄小叮当任意门，为遮行出去就是全世界啊，对无吼？咱看这伫山东入来教堂，伫山边，伊即摆甲迄个面哦，甲伊做甲水，就是安尼嘛，无啥物大间诶厝，伫伫山洞内底。因较早拢一定爱秘店内底啊，伊也袂当伫外口讲道理啊。袂去用即摆了。毋是足侪所在有咱共款拢爱秘诶，大陆毋是安尼吗？中国。伫韩国嘛是吼，伫韩国北韩也是，吼，北韩韩是袂使也是安尼。迄个是足侪国家吼，即阵佫是迫害基督徒诶吼，所以会当自由去教会诶人吼，会家己起一个赞。无去，实在是拍算啊。嘿啊，对，一定要来去。有诶人为着要信耶稣，拢冒迄个性命危险，有可能互掠去杀，还是掠去关。是，所以吼，咱来讲，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什么崩坑？迄个洞内底吼，有迄个彼得诶像啊，因着甲伊做一神像伫遐。这个山叫做狮头李狮山。这看起来咱像咱台湾迄个伫山内面拢会采一尊。足神哦，足神。总是因山内伊无做，无讲做啊真好势啦嘛。因为迄本来是纪念，毋是咧拜诶啦吼，毋是像迄个台湾人啊，人啊拜迄啦吼。迄是纪念，毋是个纪念，讲彼得伫遮传道理，彼得开始就来遮传道理，互犹太人听。是，就是伊初代教会基督徒来闪避迫害，伫遐秘密做诶场所。是，所以遮个有啥物？我觉得因诶洗礼台啊啦，因为伫遮后壁一个伊啊，个后壁诶山有迄个水会泄出来，因着用迄个山诶水泉来洗礼。人若要信耶稣，毋是爱洗礼吗？对。洗礼水就是对伫后壁诶山水伫遐流出。我第一届看即种诶吼，本来拢是毋是伫水边，啊无就是伫迄河内面对无？这伫山洞内底有水。嘿，毋免为楼骹吼，毋免为山骹担水吼，直接为迄个石洞就会当流水，这厉害哦吼。真水，真特别，上帝互因诶。顶悬诶坑，另外顶悬佫有3坑伫遐。这就是咧聚会啊，吼。顶还是讲因免啊爬起哩咧。你看迄真济马其顿有足济一款教会哦，顶悬啊，你若要爬起哦，毋知用啥物办法，你要食物件，可能要用绳啊累起哩。哦，这我想着迄这什物城，耶利哥城，但是为城边安尼对的，但是就是像安。这毋是这是因洞坑，你要爬去顶悬就爱，有那真困难去的。所以老师你无去你遮啦吼？袂当去啦，你免哪去？无法识的，无法度爬去。连绳啊拢无呢吼，无抽一个绳会当爬起哩。所以咱会当看到即个圣经，佫有讲到。遮使徒行传第1章8节，独独圣神临到恁诶时，恁要得到能力才能啊！佮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诶见证。伊诶顺序是耶路撒冷出来，到撒玛利亚，到地极，有无？出来到安提阿，是咪北边？迄个撒玛利亚佮去的是安提阿啦嘛？安提阿佮出去，对遐讲到出去，就是全世界啊。是哦。对西边去，到欧洲，佮传到美洲，美洲佮传到亚洲，佮倒转去，全地球拢传了了。对，这个是上帝真厉害诶计划呢吼。就是讲对遮开始，对遮向西边去。
对，本来拢是传互犹太人尔，啊，即阵为遮开始是出去啊，全世界，所以咱会当听到福音，会当信耶稣，这就是为遮开始啊吼。所以咱就讲，耶路撒冷就是互福音的根，因为你也有一个根，耶稣拢伫耶路撒冷做工，哎呀，伫遐上天，伫遐顶十架，搁我上天拢伫遐。安提阿呢，就是宣教的门，对遮差派一寡一寡团队遮出去，巴拉巴啦、保罗啊，拢对遮出去。啊，大数是大数吼，大数迄个城市是希腊话作用，迄阵佫是教育真发达的啦。因了有学校啊，因了有学校啊，保罗有那是一个足有名的老师的学生所以真有学问。伊的学文啊，伊的希腊文也写了足好，所以伊拢用希腊文咧写，所以圣经，你看圣经新约圣经占大部分拢伊诶。三个所在合起来，就完成上帝诶计划。那毋是伫大数的训练，你若讲你不要讲希腊话，啊要去传福音。你还个开始学语言，安尼真慢啦。啊，袂当讲足好的应用。是哦，所以这上帝计划真正是没有迄个什么，无人会当想会到的吼。所以基督徒会但就是讲生出来，基督徒生出来对对，还是讲保罗对对开始宣教，拢是遮啦。所以安提阿会当讲。差派中心福音走向全世界的中心，啊，基督徒也是对遮开始生出来。开始叫做基督徒啊，吼，本来咱较早拢无即个名。基督徒是人讲啊，恁传的道理，因传无啥物大道理啊，就是讲因甲耶稣的讲话，耶稣的行做，完全甲学出来。因所做就是耶稣所做，所以因就甲因笑讲啊，恁这个基督啊，恁这拢学耶稣的基督啊，是咧看轻伊。所以迄阵叫基督徒，其实毋是甲因，毋是咧尊称啊，是咧看轻遮的人讲啊，恁拢学人做，学耶稣做。咱即阵传福音就是爱传耶稣，毋是传道理啊，就是传耶稣就好啊。这就是传福音，就是讲，甲人讲为虾米耶稣要替咱死，搁活，叫无长搁偌济吼？毋是迄个，毋是虾米，即份虾米土啊，迄个找卵诶，即份拢变成迄个兔子找虾米复活蛋之类诶。甲迄无关系啦，是甲这有关系甲迄个较早你袂当讲你要讲耶稣搁活上天。你爱美踮山东讲才会使，啊！你即阵会当安尼像我即摆安尼讲，拢毋免美山东。安尼有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商人想一个方法来卖即个兔子跟卵商品就对啊。这是为即个就对于即个教会啊，就是顶悬即个山壁的顶悬看安提阿即个城市。你看这个城市的厝一直起，对平平的土地一直起到山坪来啦。为什么有人爱住山坪就较悬啊，就无土地啊，就一直起一直出。古早彼得伫遮讲的是一定拢无人啊，边仔一定拢无人，无厝的拢无厝，拢无人知影。所以保罗嘛是有来到遮啦保罗伫遮咱来看圣经，咱来读圣经就好啊。加勒太书的2章第11节到13节讲彼得来到安提阿时，因为伊有明显的错误，我遮当面甲伊责备，这是保罗写的。保罗责备彼得为虾米？你看，因为有一寡对雅各遐来的人，还未到的时，彼得有甲外邦人做伙食饭。遐个人到位了后，
伊煞闪避外邦人的信徒，毋敢甲因做伙食饭，因为伊惊遐主张外邦人着受割礼的人。就是讲迄阵耶路撒冷还阁有一寡人讲外邦人若要信耶稣着爱割礼啦，就是讲爱去行割礼才会使。其实是毋免啦犹太人较需要尔。来2章13节讲，其他犹太人信徒嘛，甲彼得共款，做迄款虚假的代志，甚至连巴拿巴嘛受影响，去做迄款无原则的代志。什么叫无原则？就讲外邦人毋是犹太人，你无受迄个限制，你免受割礼。你信耶稣，因为耶稣讲你若信，你若嘴讲你要信，心内也安尼承认，安尼你就得救啊！你毋免去受什么割礼啦。这是道理是安尼讲。8回是吼，8回是。较早拢另外犹太人毋是呢，讲恁要得救，恁要信耶稣，先甲阮共款受割礼。割礼就是讲爱挂掉一个皮啦。所以因大家冤家呢吼，即个保罗，保罗是一个有上帝启示的人，伊是顺着外邦人的教会，伊就向信的使徒啦。是，伊就甲遐进前的使徒讲，你安尼讲你毋通安尼假啦，无需要安尼假。你甲外邦人做伙食饭，就食嘛，你就食嘛。有人耶路撒冷有人来，你插伊来，你就食饭。即摆说假无伊讲，我甲因无做，因为犹太人是袂当甲外邦人做伙食饭的。是，这真正是有当时吼，基督徒嘛是会安尼呢吼，就是讲惊有关系的人，惊别人无介意咱对无？所以爱假无伊。假无伊讲无，我无介意做伙是安尼真正是。迄个假的代志无需要做，所以基督徒就有迄个好处啊。就是讲你即款的假释来讲，你安怎就是安怎，毋免假。你失败就失败，毋免讲信耶稣就一定成功无一定啦。讲你信耶稣就是好人，无一定啦。你歹人就是歹人，承认就好啦。后盖莫去做，安尼耶稣就要接纳你。所以你若要做即个全球的跨国企业，你着爱像保罗安尼，有话着爱讲，来做诚实，就是讲对家己还是无论对啥物人伊拢无假，拢爱做一个良心的人安尼。若无作恶，就毋免假家己作恶啦对无？嘛免讲去在意别人的。对，就是安尼，意思就是安尼，实实在在，因为上帝是一个灵，所以拜伊也爱用心灵甲诚实拜伊，毋是伫遮拜，毋是伫遐拜，毋是伫圣殿，也毋是伫山顶、伫海边，拢毋是，用心灵甲诚实来拜就对。无论去到啥，耶稣讲的耶稣安尼讲对所以无论你到啥物所在拢毋免去，毋免讲一定爱找足水的教堂，爱坐伫遐，爱穿足水，对无？有的人会讲基督徒足假伫教会一款，来转去搁一款希望咱会当诚做像保罗安尼基督徒安尼今仔日诚欢喜，听到老师讲到即个基督徒的开始那么诚欢喜会当祝大家国外节快乐，昨打过尔今仔日咱用录的因为阮主持人朱麒麟伫国外节的退休会的活动所以无法度伫线上跟大家讲话，但是欢迎你会当搁来咱写落来讲，你是毋是有咧做啥物代志啊？计划做啥物代志啊？愿上帝祝福你。后礼拜同款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2点10分，搁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平安，多谢。